桃园家庭暴力的事件统计，这是一档比一档还阁较悬。今年顶半年平均一个月有1400外件，也就是讲一点钟就发生2件的家庭暴力事件。今嘛议员是来要求市政府要赶紧改善，也那交防中心是来回应讲，因为通报的案件变多，所以这站会加派卡手赶紧来应用。去年6月，一个网络顶有传讲，乌多摆巷内面一个后姐啊，用海报纸卷起来了，对着背下查某囡仔头身躯一直拍的画面，引起大家的愤怒。家长被采取亲子教育课程15点钟久，查某囡仔要交互阿嬷照顾，生活读书拢真稳定。今年7月结案，社工才结束追踪，每一件案件拢要长时间追踪。桃园市家暴案件一年比一年增加，社工讲应付未来，民代要求市府要重视并且改善。除了增加社工的员额，也要提升薪水加福利。疫情后3年，全国家庭暴力案件通报件数平均都增加5%，逐年呈现上升的趋势。桃园的家暴案件平均每个月有1408件，每天47件，每个小时2件，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吓人。根据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统计，桃园2020年以来3年家暴的通报案件继续增加，平均每年拢超过100件。今年敢若是1月到6月就有8450件，平均一个月1408件。根据资料的分析，家庭暴力的类型以婚姻、同居暴力的7400件上多，原来是离校保护，也有其他家庭成员的暴力。家庭暴力通报的件数确实有逐年上升的情形，这也显示与民众的法治观念跟自我保护意识提升是有相关的。我们鼓励通报，可以让社工资源介入协助。交防中心讲，伫这么全市处理家暴案件的保护型社工只敢若139人，明年到后年会慢慢增加能力。另外，也会培育家庭关护员、加防暴讲师等社区的能力，并且提供家暴被害人加家庭庇护的服务，达到预防暴力的推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